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聽 Talk。今日呢條片咧就係嚟多謝一下 Russell Westbrook 啊，佢嘅職業生涯呢個球員咧，真係帶俾我哋有好多 NBA 嘅 moments 啊，同埋一啲好好嘅回憶咁樣樣。咁啊，今日呢條片咧會講下咧我自己嘅 Top 5 Russell Westbrook 嘅 moments 啦。有一個問題想拋俾大家啊，你嘅記憶點關於佢會係啲乜嘢啦？4個 What if 啊，呢一個球員咧都可以話係其中一個最 controversial 嘅球員。呢個職業生涯裏面可能有好多點咧，如果走去即係如果係揀咗 A 而唔係揀 B 嘅話，可能職業生涯會唔會有一啲嘅改變？同埋小弟咧 wrap up with 一啲自己啊嘅一啲感受同埋一啲回憶咁樣樣啦。首先咧，第一個片段咧就係2016年嘅 All Star Game 啊，咁啊嗰一年咧係 Kobe Bryant 咧最後一年嘅明星賽，咁啊當然咧大家都有少少啊希望。Kobe 可以贏到 MVP 咧，當年咁樣樣，咁但係咧 Westbrook 係一出場咧就已經係 on fire，同埋攞住個波係咁射啊，然後又好準啊咁樣樣。咁嗰陣時嘅 Westbrook 咧16、17、15，因為14、15、16、17、18、19呢個 period 咧，真係 Westbrook 職業生涯最 peak 嘅時候。而 Westbrook 嘅即係你可以話尊重 Kobe 嘅方法就係佢 go all out 咯，即係好 passionate 啦。有啲時候你會覺得佢有啲獨食啊咁樣樣咧，咁啊嗰場比賽亦都係即係完全係冇任何話啊諗住即係會唔會俾阿大哥攞下 MVP 啊咁樣樣，咁佢職業生涯咧都有2座嘅 All Star Game MVP 啊咁樣樣，咁即係呢個球員其實真係好適合打明星賽，好 flashy 啊，好多入樽鏡頭啊，好多 power move 啊，咁所以。本身明星賽呢樣嘢咧係幾 fit 到呢個球員咁樣樣咯，咁啊仲要係 back to back 連續2年嘅 MVP 添啊，喺紐約攞41分啦，然後跟住咧就係喺阿老大嘅 retirement tour 啊，喺多倫多佢都攞到31分嘅大分咁樣樣。OK，咁啊呢個輕鬆地講下第5點啦，即係純粹係我覺得呢個球員咧係其中一個我好想睇，即係譬如而家明星賽唔好睇咧，可能都係欠缺咗類似 Westbrook 呢一類型嘅球員咁樣。OK，第4點咁啊，開始講翻啲咧真係重點賽事多少少嘅球員啦。呢個咧係 Westbrook 啊喺職業生涯早段2012年啊佢入到 NBA 決賽嘅時候啊，咁啊4-1佢哋輸咗俾熱火 Big Three 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場咧喺作客邁亞美嘅時候咧，佢攞43分嘅大分。咁啊因為佢退休啦，咁我攞翻嗰個 video tape 嚟出嚟睇咧，真係有不少咧係覺得哇，真係佢個爆發嚟嘅。入到去中距離咧，你中距離咧一定要褪後一步手去，你褪後一步手佢中距離咧嗰段時間係好準啊！咁如果你稍微跟得貼少少咧，佢真係一下爆發力咧就過嚟就已經 power move 埋到籃底咁樣。咁2012年仲係用 Kendrick Perkins 啊，仲係用一啲唔射得嘅高佬。即係如果想像一下 Westbrook 嘅職業生涯再褪後多5至10年先開始，再多啲 spacing 咧，會更加可以發揮到更多嘅嘢咁樣。咁可惜佢攞43分都輸啦嗰場比賽。咁亦都係有少少咯，我自己睇翻嗰個精華，我就覺得啊，即係當年嘅 Westbrook 咧，令我諗翻起就係咯，即係佢就係佢嗰種打法，佢嗰種攞分43分7籃板5助攻，係有好多長期 impact、長期 put pressure on the defense， 但係佢唔係完全能夠帶動到隊波，即係個體制，因為佢始終係一個 point guard 控衛，佢真係好多時候帶波上戰場，一下就已經自己衝埋上埋籃咁樣。咁呢樣嘢好定唔好咧？即係嚟到呢一刻都分析都唔係太過重要啦。即係我記得有好多時候職業生涯啦，我哋花咗好長嘅時間去討論咧，究竟 Westbrook 係咪應該要交多啲波俾 Durant 啊咁樣，即係製造多啲機會俾佢啊咁樣。咁但係佢就係有佢獨特嘅打法同埋佢嘅嗰種方式咯。好咁啊，第3點咧就係 Kevin Durant 啊，咁啊當同咗呢個隊友拍咗好多年，去到2016年西決咧輸咗俾勇士之後咧，KD 就做咗個好大嘅決定咧，就離開咗雷霆，唔單止係咁，仲要去咗勇士添。咁所以咧就產生咗一啲當時我覺得其實係好好睇嘅一啲 rivalry 啦，即係佢哋兩個都係有性格嘅人，都係咁頭條，即係你可以話咧嗰個 moment 嘅 NBA 咧，佢哋係 NBA top 3 player 嘅其中2個咯，即係佢哋2個加埋 LeBron 或者
起碼都係 top 5 player 嘅其中兩個，而佢哋有咁大嘅 rival 啊，即係一個 KD 就走咗去即係對面最強嘅73勝嘅球隊，然後咧就反打。我記得嗰幾場咧cupcake game 啊 ，Durant 翻到去俾人去到暈啊 ，Westbrook 就俾人捧到上天啊，即係好大嘅一個反差，即係兩個嘅職業生涯做咗個決定咁樣。咁 Westbrook 之後都轉咗隊，但係佢轉隊都係一啲 trade 嚟嘅，即係喺交易裏面佢去咗火箭啦。咁佢離隊嘅方式同同 KD 離隊嘅方式真係好不一樣咯。咁所以有呢啲，如果大家有印象咧 clap， 即係 Durant 喺佢面前拍手啊，有啲 ticky tack foul 啊，好 dramatic 嘅，兩邊都係，即係無論係雷霆 Westbrook 去到勇士主場打，定係當然調翻轉更加強咧，就係 Durant 喺雷霆度打波嘅時候咁樣。我印象中咧，其實當時嗰兩隊波嘅實力係有啲差距嘅，咁更加好睇嘅，我覺得，即係更加會令你覺得好想愛上 Westbrook 嘅球員，佢就係自己一個人撐住，搭住 Steven Adams 啊呢啲球員咧去嘗試挑戰呢個宇宙勇咁樣，即係多數都唔成功嘅，好似4場常規賽咧都係勇士贏晒，但係你就係想支持嗰個大衛對哥利亞，你係想支持嗰個相對細少少，但係個故事靚啲嘅嘢咁樣。咁但係都故事都有另外一個小片段嘅，即係你可以話係得意嘢咧，就係同一年嘅明星賽咧，即係同一個嘅 NBA 球季嘅明星賽咧，當然佢哋兩個都有入選啦，兩個都係西岸明星隊啦。咁所以咧有一個 moment 咧就係即係 Westbrook 交俾 Durant， 然後 Durant 笠個 alley-oop 俾翻 Westbrook 入樽咧，嗰下亦都係一個好 heartwarming 嘅交俾 KD 笠翻俾 Westbrook。嘅一下漂亮嘅入樽咁啊！當時都係有啲即係好靚嘅故事咧，明星賽裏面發生啲咁heartwarming又得意嘅嘢。你明知佢哋兩個有啲唔妥啦，但係打波嘅時候就唔理啦，大家係隊友咁樣，即係嗰種嘅模式咁咯。所以 props to them and props to 呢啲隊友咧都係好即係好俾力啊咁樣。OK， 咁啊，跟住咧第二樣嘢咧就係第二點咧，倒數第二點咧，我就揀咗 Westbrook 2017嘅 MVP 嘅，亦都係同一年啦嚇。咁啊，當佢自己一個人要帶隊嘅時候，雖然只係西岸第6啊，但係佢就擦出咗咧，即係喺成季都可以攞到大3元嘅嘢。而且我特別揀咗呢個 moment 咧，就係佢50分16個籃板10次助攻對住 Denver 嘅賽事，並且佢入咗個 game winner， 並且入完咗 game winner 之後咧就鎖定咗咧，佢係喺即係 NBA 歷史裏面咧最多喺一季最多 triple double 42次 triple double， 並且呢個三分波就淘汰咗丹佛，當年入唔到季後賽，係一個 big shot 裏面有咁多個 implication。咁而大家都知道 Westbrook 唔係一個超準嘅三分射手啦，而佢褪後咗幾步都射得入嗰球三分波，所以係好多回憶點嘅一球波嚟嘅。咁係亦都係你可以話係 cap off 咗佢嗰年好精彩嘅一年。當年 Harden 喺火箭都有 MVP case 嘅，咁但係最後俾咗 Westbrook 咧，喺即係回望歷史咧，我都幾慶幸嘅，即係覺得Westbrook 有一個 MVP 咧都能夠即係鞏固咗佢喺歷史上面咧，佢係應有呢個地位，即係可能大家可能心目中覺得佢係一個 top 10 NBA 歷史嘅控衞咁樣，咁佢有佢嘅原因存在喺度，即係因為隨住歷史一路去咧，譬如舉個例子，琴日我喺度諗嘅時候 Jalen Brunson 咁樣，即係佢作為一個控衞矮控衞能夠率領球隊贏到冠軍咧，可能呢個榮譽已經係要高過 Westbrook 噶啦。Westbrook 唔係冇機會嘅，佢都有 Melo 有 Paul George 做佢嘅副手，佢都只係一輪遊或者2輪遊就出咗局，所以 Westbrook 都有機會，但係佢入唔到，即係殺唔到太入，而 Brunson 做到，咁所以可能即係隨住歷史咧 Brunson 會慢慢或者其他球員慢慢會淘汰 Westbrook 呢一類型嘅，即係而家係退休或者舊嘅 superstar， 但係 at least 佢有一座 MVP 咧，可以令即係後人咧睇翻轉頭嘅時候知道佢係一個喺嗰個等級嘅人物咁樣樣。OK， 咁啊，跟住最後一個選取咧 top moment 咧，我自己嘅記憶點最深咧，係2016嘅西決啊，咁啊，亦都係就係即係又係嗰幾年嘅高峰啦。嗰一年咧，73勝勇士啦，跟住馬刺好似都69勝嘅，咁但係雷霆作為3號種子淘汰咗2號種子嘅馬刺之後咧，殺到入去西決，第一場喺作客勇士偷咗，第二場輸翻俾勇士，然後第3、第4場雷霆翻到主場咧，連續2場大炒73勝嘅勇士，當中包括第4場咧 Westbrook 係36分，而且咧
爆炸性好強，三分有，中距有，入樽有，鏟籃有，助攻有，係 overall put on a dominant performance 啊！尤其係 one on one 對住翻 Curry 呢一個 matchup 即係當年嘅即係超級巨星啊，unanimous MVP 都完全唔夠佢打。基本上喺嗰個系列賽咧，佢係 outplay 咗佢嘅。咁好，即係好可惜咧，嗰個系列賽佢哋 complete 唔到啦，3-1之下咧，俾勇士追翻上嚟。咁亦都可以話係第6場翻到主場嘅時候 ，Westbrook 都有啲起手選擇啊，各樣嘢都唔算話特別好嘅。To be fair，Durant 嗰場都唔係打得好嘅。咁但係即係尤其係頭嗰1、3、4咧，係我間唔中自己即係唔關 Westbrook 退休事，我間唔中都會翻去睇嗰幾場精華，因為 he's so good，即係真係令人愛上嘅領號球員咯。Westbrook 係有嗰種嘅吸引力喺度咁樣。咁講到佢啲爆炸力啊，講到2017年個 triple double 咧，我拋一個問題俾大家，可能你好快會答到嘅，咁就係你會記起 Westbrook 多啲係佢嘅入樽爆發力多啲，定係佢嘅大三元多啲？可能多數人都會揀大三元，即係始終喺歷史上面冇幾多個，佢好似最後有3屆平均，3季定4季平均咧有大三元，咁而家都坐住喺大三元榜嘅榜首啦，榜頂。咁但係即係佢嘅入樽咧都係一啲都唔可以忽視，即係佢唔係 Magic Johnson、Jason Kidd 攞嗰啲大三元咯，佢係有精華片段嘅大三元咧，有狂力入樽啊，有搶完籃板之後跑足全場，然後喺對面又入樽啊，即係有呢啲好正嘅 moments 喺度咁樣樣啦，即係亦都係 much more exciting 定睇 Jokic 嗰啲大三元咁樣樣。咁所以我自己啊，可能 Westbrook 嘅大三元去到某個時候咧，我唔係覺得佢刷數據，但係我覺得已經好成為一個常態，所以我係有時會更加興奮睇翻 Westbrook 嗰啲嘅入樽片段，更加為常咁樣樣。好，咁我想講4個 what if 啊，咁先都係講翻同一個系列賽咧，就係 what if Klay Thompson 唔喺嗰個第6場入咗11個3分波，即係如果嗰個系列賽咧，我都可以大膽講咧，頭6場咧，雷霆係打得好啲嘅一隊咯，係實力好啲嘅隊。第7場咧有少少覺得勇士翻嚟啦，即係嗰個狀態喺度。但係頭6場雷霆嘅整體表現咧，當年仲有 Dion Waiters 啊，仲有應該係雙兩白人啊 ，Kanter Adams 啊 ，Kanter 唔知嚟咗未，帶咗 Ibaka，仲有幾個高佬喺內線咧去撐住，內線有個 size 去對抗住當時比較矮細嘅勇士咁樣樣。咁所以萬一佢真係入到決賽，第2次入決賽嘅話咧，佢又會再次係對住 LeBron James 啦，唔代表佢一定贏到2016騎士啊。講真，2016騎士都係非常唔錯嘅球隊。咁但係即係所以咧，就算 Klay 唔入都好啦，唔代表佢會即刻贏冠軍嘅。咁但係即係拉闊少少嚟講嘅話，佢就係欠一個冠軍嘅球員啦。即係佢喺火箭嘅時候都冇乜機會，即係嗰隊波唔近啊。咁至於跟住佢離開咗火箭之後咧，就冇乜邊隊波咧係真係 contender 可言啊。即係掹車邊 contender，佢入去湖人嘅時候，同 LeBron 同 AD 一隊嘅時候，理論啊，當時入去嘅時候，理論上佢都有機會係一隊 borderline contender。當佢進入丹佛嘅時候，當然就已經係同埋快艇嘅時候，佢已經係一個配賽型嘅球員啦，咁樣。咁所以嗰啲唔算好計啦。即係主要職業生涯高峰咧，都真係喺同 KD 拍檔雷霆呢個系列，同埋同 Paul George 拍檔雷霆呢2個時候咧，佢都唔算話超多近贏冠軍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啊，即係仲有好多 what if 咧，佢先至會贏到冠軍指環咁樣。第2個 what if 咧，數翻前少少咧，就係Patrick Beverley 即係撞傷佢嘅嗰一年啊。呢個係2013嘅季後賽，都係翻查翻歷史啦。2012咧，佢哋入咗決賽啦，跟住佢哋 trade 咗 James Harden 走之後咧，同一年咧，雷霆係60勝嘅球隊，西岸第1號種子。咁但係可惜咧，喺第1圈裏面咧，佢就俾 Patrick Beverley 咧撞傷咗，咁啊torn meniscus 受重傷，咁所以就 out for 個季後賽啦。雷霆喺嗰一年咧，第2圈就被淘汰出局咁樣。咁meniscus torn meniscus 咁你睇翻由12佢入決賽啦，16之後 Kevin Durant 就離開咗雷霆，13到16呢4年嘅機會咧，13年 Westbrook 受傷，15年 Kevin Durant 受傷，佢哋連季後賽都冇得打過年，剩翻14、16咧，14佢哋輸俾非常強勁嘅，大家有印象咧就係馬刺隊。
即係當時好完整嘅一隊 team basketball。然後16就啱啱講完啦，就輸咗俾即係73勝嘅勇士咁樣。你可以話少少非戰之罪，即係佢哋最高峰嘅時候咧，就係遇着西岸都有兩隊好強嘅球隊，再加上即係佢哋兩個輪口受傷咁樣，咁所以係有少少可惜嘅。尤其係點解特別講呢個就係、即係大家嘅印象咧 ，Beverly 撞傷佢咧係 after a timeout 咯，即係已經嗌咗個暫停啦。嗌完個暫停之後 ，Beverly 都仲係想撩下你個波，咁點知撩個波就一下就即係搞到佢 torn meniscus 咁樣。好，第三個 what if 咧就係、即係宏觀啲嚟睇就係、what if he can shoot， 即係如果佢可以起手，即係命中率如果高啲，有3分，或者更加多嘅係佢嘅 skill level，或者係可能我唔想用，未必 skill 係再多啲係 mentally 啦。即係佢有時咧，尤其係職業生涯早段咧，佢打波都係有少少慢頭烏蠅衝嚟衝去嗰種，唔係嗰種淡定控衞、淡定可以睇穿。即係佢嘅 talent 咧係喺好高好高嘅 level，但係佢嘅 mental 嘅去閱讀球賽嘅能力啊，有時如果去到季後賽關鍵時刻嘅時候咧，你會寧願揀對面嗰隊咯，因為你覺得 Westbrook 有機會會做啲奇奇怪怪嘅嘢咁樣。咁講到唔能夠操控大局咧，呢個係我自己心底裏面咧，我記得我以前同即係雷霆 fans K 哥傾偈嘅時候咧，我成日同佢傾嘅一個問題嚟嘅，就係第四個 what if， 如果佢係打得分後衞而唔係打控衞咧，即係當時 Harden 喺度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完全可以調轉嘅角色，就係 Harden 做 key ball，Westbrook 做得分後衞。In fact， 佢哋兩個去到火箭合作嘅時候咧，兩個都係輪流交換下角色嚟做。我自己覺得 Westbrook 嘅打法咧，有時係真係好近一個得分後衞，有少少似Anthony Edwards， 即係爆發能力好強，咁佢嘅 finishing 嘅能力亦都非常之強啊。而組織能力唔係佢最好嗰家波咯。咁所以即係職業生涯如果再 flip 過嘅話，會唔會如果佢真係同 Harden 繼續同隊，而 Harden 係做主力 key 波得控衞一職嘅時候，會唔會可以扭轉佢哋兩個嘅職業生涯咧？咁呢啲全部都係 what if 啦。咁但係即係當係一個即係邏輯題咧，即係俾大家或者係呢啲叫做假設性問題咧，拋下俾大家諗下咁樣。咁啊 before 我哋講多少少我自己嘅感受之前咧，頭先漏咗一張 slide 咧，講到佢嘅大三元同埋入樽嘅時候咧，唔記得咗講佢一個職業生涯嘅高峰20-20-20啊，即係有一場比賽咧可以去到20分、20籃板、21助攻啊，非常非常之 ridiculous 嘅一啲數據咁樣樣啦，即係好誇張嘅一件事。同埋我如果冇記錯，睇下佢打咗幾多分鐘先嗰場比賽，我印象中佢係唔係打37分鐘對住湖人？佢搶到最後41秒嘅時候搶到第20個籃板 ，OK， 即係佢都打得耐。佢有一個 triple double 咧係非常誇張 ，shortest time to reach triple double 係咪20零分鐘就已經攞到個 triple double 咧？係啊！佢有一場對住湖人，又係對住湖人啦，17分35秒就攞到 triple double，that's crazy！即係佢嘅 impact for the game 咧，真係好瘋癲啦。overall 嚟講嘅話 ，OK， 咁啊開始講少少自己感受或者自己嘅即係睇波嘅時候嘅一啲感覺咧，就係有時回望翻過去嘅時候咧，覺得佢同 Iverson 嘅職業生涯咧都有啲似，兩個都係一個 MVP 啦，兩個都係有一兩個即係季後賽嘅 moments 啊，大部分嘅時候咧佢都係以個人嘅得分同埋個人嘅 style、fashion，嗰個特色咧係佢哋嘅即係核心嘅 selling point，又吸到好多粉啊咁樣樣。佢哋嘅職業生涯咧都 go through 咗一個我所謂嘅 love-hate-love 嘅 relationship 啊。一開始佢即係職業生涯上升嘅時候，大家都好中意佢哋嘅。咁但係中間有一段時間都經歷過被討厭，即係 Iverson 又話俾人話獨食啊，完全融入唔到球隊啊，即係衝咗去丹佛就同 Melo 唔係好夾啊，去咗 Detroit 就更加係一團糟啊。咁 Westbrook 都係類似嘅，佢職業生涯尾段嘅時候，去到湖人嘅時候就開始俾人鬧得好勁啊咁樣樣。咁我因為佢哋兩個都唔係好捨得啊，所以我將佢哋兩個擺埋一齊，即係兩個都好喺呢方面咧係有啲似，所以職業生涯都唔可以話留得好耐咁樣樣咯。咁啊
係啦，咁啊呢個係 Iverson 嘅回憶啦。咁我自己咧，我其實都幾慶幸咧，我喺23年嘅時候咧，喺鳳凰城嘅時候咧，睇咗場季後賽對住快艇嘅Westbrook 係有打，並且嗰場波咧 Game 5啦，嗰場波係 Durant。sorry 唔係，係 Kawhi 同 Paul George 快艇都冇打嘅，咁所以嗰場比賽咧係好靠 Westbrook 嘅，咁 Westbrook 亦都交出咗 Westbrook 嘅嗰種數據，就係18射3中。而家睇翻轉頭咧，即係我睇翻轉頭，我先知道佢18射3中。我記憶點咧，嗰場波佢係好多時候都好 impact 到場比賽嘅，但係呢個就係 Westbrook 嘅得意之處咯，即係佢起手嘅選擇又怪怪地啊，有時啦嚇，然後起手嘅命中率有時又好差，咁但係佢總會諗到辦法咧，可以 impact 到場比賽 good or bad 啊，即係有時你會覺得哇，即係對方嘅 Westbrook 咧，我贏波機會大啲，但係亦都有啲時候你就覺得啊，佢喺度咧，佢會有佢個 base 喺度，即係你對波差極有個譜咯。咁所以我慶幸嘅，即係佢係其中一個我睇波 NBA 嘅時候，我好中意嘅球員咯。即係而家望翻轉頭就係I've watched him。即係呢1-2年咧，我都有喺 Miami 度公幹啊咁樣樣咧。其實我即係都傳過佢去 Miami 都需要 point guard，我好想佢去嘅。咁但係可惜啦，即係無緣再睇一次咧 Westbrook 嘅比賽。But at least I've done it once。即係佢嘅最後一個點咧，就係佢嘅 energy 啊。即係令人好，我諗我會好記住嘅嘢啦。因為佢嘅 energy 唔係淨係來咗入佢同 Derrick Rose。Derrick Rose 喺職業生涯最高峰嘅時候咧，爆發力都好強啊，都好有 energy。但係咧，佢唔係咁外向嘅人啊。Westbrook 好外向，爆發出嚟咁樣樣。咁所以係更加能夠圈粉同更加能夠即係感染身邊嘅人，包括睇波嘅觀眾咁樣。咁所以 shout out，thank you for 即係所有嘅高高低低、好好跌跌嘅一啲 memories， 即係好多即係望住佢呢7隊波，即係對於佢着個巫師啊、帝王嘅球衣係覺得有啲怪，對住着住湖人嘅球衣，我諗係佢作為 UCLA 嘅球員，應該係一個夢寐以求，但係可惜嗰幾年真係好唔夾咯。佢最後一啲 impact 嘅就係喺季後賽代表丹佛，即係丹佛啱啱呢一年嘅季後賽提早出局咧，我覺得都幾 miss 佢嘅。咁好可惜啦，即係佢贏唔到冠軍，但係可能正係因為咁咧，我哋會更加記得佢咯，就好似 Iverson 咁，即係有啲人或者有啲人生有少少點咧，有少少遺憾咧，先至係更加靚嘅一件事情。咁所以 yeah，props to Russell Westbrook。 咁啊，希望佢繼續喺 NBA 嘅圈子裏面啦，我哋可以繼續聽到佢、睇到佢評述又好，或者總之 get involved in 嘅 NBA 嘅 circle 咁樣樣。好冇？咁啊，中意呢邊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記得 subscribe 俾個 channel，更加多 NBA 廣東話 YouTube 嘅分析。下條片見，Cheers。